親身經歷，你做的所有善事都會變成福報，流回到自己身上。井號昴宿星人，井號仙女星人，井號大角星人，井號天狼星人，歡迎你來到這裏。我愛你，我永遠是你最堅強的後盾，我永遠對你不離不棄。你其實是全宇宙的寵兒，你的身體、你的思想、你的靈魂本身就是一場奇蹟。光是你在看這篇文章，就代表全宇宙的好事正在像雪崩一樣飛向你。正文：今天這篇沒有什麼通靈，就單純的講述我個人遇到的經歷，驗證你做的所有善事都會變成福報，流回到自己身上。就是今天發生的事情。我在2天前忘記幫一個人算塔羅牌了嘛，然後因為是我忘記，我就會給他多加10分鐘，當做賠禮道歉。這個有和我占卜過的人肯定知道。然後那位找我算命的人是女同性戀，我一向是會主動幫助彩虹寶寶的，我就多幫他免費講解了很多東西。結果2個小時後，就有人報名我的蛻變班，我一下子又多賺了6000多塊。雖然這種事情已經經歷過很多次了，但我還是忍不住感嘆宇宙的神奇。那就是你真心幫助別人的話，這股能量會被宇宙感應到，宇宙會回饋你更多。仙女星人日曆，是的，我怎麼？我剛有這一些體悟，你怎麼就來了？仙女星人日曆，是的，我特地來提醒你，你要把你現在的體悟寫成一篇文章，給所有人看，這樣才能把善良的因果傳遞出去。很多人其實並不知道善良的福報有多大。是的，地球上很多人是善良的人，但結果卻被欺負得很嚴重。仙女星人日曆，並不是如此，所有壞人都必定會受到懲罰，前提是你們地球人要相信，壞人會以最快的速度一受到懲罰，這樣才行。為什麼有些善良的人就能活得很開心，而有些善良的人就會活得很悲慘？因為那些活得悲慘的人不相信宇宙是公平的，所以宇宙就給他們一個不公不義的世界。但只要破除這種不好的想法，那麼所有善良的人都可以活得無限幸福。想象一個世界，在這個世界裏，好人都有好報，別人都對這個好人好，而壞人在做壞事的時候，一下就被人發現，一下就被打敗。如果你想活在這種公平正義的世界，那麼請先相信這種事情會發生。可優先人就是死活不能相信，那怎麼辦呢？仙女星人日曆，如果不相信，可以邀請6度母來幫助自己。具體做法是，在遇到不公不義的事情的時候，觀想6度母出現在你和壞人之間，他當着你的面懲罰壞人，懲罰壞人的方式不限，任何方式都可以。如果你覺得你之前做的好事都沒有得到公平的回報的話，你也可以觀想你在當時幫助別人的場景，此時6度母出現，把宇宙中所有的好事都賜予你的畫面。不知道6度母長什麼樣子的，可以找網的網圖來看，只要能觀想出6度母的樣子就行，就能有好的結果。最後你應該把6度母的圖片做成本次的封面，以便吸引人觀看這篇文章。記住，你做的所有善事都會變成福報，流回到自己身上。謹遵仙女星人諭命，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YouTube 屠龍術。